主后2026年3月15日，三立教会主日礼拜。大先，咱来听读圣经，何西阿书第6章第1节到第3节。因讲：来啊，咱着回头归向上主，伊疼爱咱，嘛要医好咱；伊拍咱，嘛要包咱的伤。过2日，伊会互咱复原；第3日，伊会互咱爬起来，咱就会当伫伊的眷顾下生活。咱着认捌上主，尽力追求来捌伊，伊会亲像清早的光出现，亲像雨水淋到咱，亲像春雨润泽土地。尽力追求认捌上主。以前阮囝咧读高中的时阵，住校，平常拢是妈妈拜六礼拜甲伊接送。有一回礼拜日换我送伊转去学校，伫家己市已经暗头仔，我甲阮囝讲，天要暗啊，驶车爱开电火较安全，因为是要互别人看会到咱的车的位置。总是因为伫市区火较济较光，我无注意到，原来我伫开车袂记得爱开电火，结果煞互阮囝抓包真落漆，也无空通好灭。咱伫今仔日读圣经听讲道进度是何西阿书第5章到第6章。先知何西阿声声句句严厉指控以色列人无所不在地犯罪，已经惹上主受气，搁受上主管教、审判、刑罚。爱以色列人真正捌上帝，追求上帝，才会受祝福，免除患难甲灾厄。大先，咱来看分段。第一段伫第5章1节到5节，谴责以色列人对上主不忠。无论这些以色列人甲王亲贵族，也无论是住伫约旦河东岸还是西岸，因拢要受上主审判，因为因拢为非三做，诚做害人的活搭，断人的罗网。因会安尼做，是因为对上主无忠实，亲像惊淫乱的人甲家己拍拉绳。第二段伫第5章4节到7节，上主离开放杀对伊不忠的人。以色列人原本是上主所救赎、所疼的子民，毋过因回头去拜偶像，也对迦南人所行一切的歹，亲像心充满淫乱，完全毋捌上帝。因为安尼，就是因带羊群、牛群要去向上帝献祭，也无路用，因为上帝已经离开因，放杀因，等待因的是因甲因的产业受毁坏。第三段伫第5章8节到15节，犹大甲以色列人的战争。以色列联合王国伫所罗门王死了后，分裂成做北以色列国甲南犹大国，两个同宗同族的国家时常有征战。何西阿书第5章8节到15节，应该是伫讲其中的某一段南北战争的故事。分扫甲、分喇叭，就是发出战争的警报。第8节咧讲基比亚、拉玛，这拢是伫南北国的边界。伯亚文是不得利，对上帝的厝变成做邪恶偶像的厝。便雅悯代表犹大，以法莲代表以色列，拢半斤八两。
犹太的首领竟然霸占人民的土地，原本是偷刷地界，也就是侵略占领别国的土地。毋过拜偶像对上主无重视的以色列受审判，毁坏灭国，就亲像是着咒虫，若是犹太也会烂去。北国有病，南国有伤，结果北国找亚述帮赞出手，反倒袂输是咧请鬼拆药单，受着愈大的灾殃，连南犹大也亲像互狮仔拆家一样。若是上主无出声，静静等因认罪悔改，求上帝的怜悯出手。第四段伫第六章1节到第3节，归向上主得复兴。伫迄时，以色列人彼此勉励，爱活转归向上主，相信上主拆你也要医好，受上帝拍也要得到包扎伤喙，然后得到复原，恢复勇健定心，受上帝眷顾生活。第五段伫第6章4节到11节，上主讲以色列人因无真实悔改，上主回答因虽然喙讲要悔改归向上主，真力追求要认捌上主，毋过6月挂心有喙无心，无论南北国的以色列人，拢亲像早起时的云雾露水，真紧就消散。对上主的疼，一丝仔也无真实，所以上主的确要审判因所犯的罪。南犹大也毋免因为北以色列受灾就落痛，因为上主也要照时甲因修理刑罚，亲像收割的时到，就无法度逃闪。何西阿书第5章到第6章对咱有甚物教示的道理？头一项咧讲到着爱尽力追求认捌上主，着尽力追求认捌上主。前捌讲过，先知何西阿用伊悲惨的婚姻来有表上帝甲伊的子民以色列的关系。先知何西阿娶一个妓女歌密做某，无论婚前婚后，一直拢对伊无忠实、无贞洁，连所生的子女也拢毋是何西阿的亲生囝。何西阿不断受陪伴痛苦，伫迄中间，上主犹原爱何西阿疼歌密到底，来感化伊，搁收养伊的子女，做家己的子女来疼惜因。相款的，上帝疼以色列，也袂输是丈夫在疼妇人人。总是以色列时常做出背逆上帝的代志，毋听趁上帝的话，拜偶像搁做真歹代志，完全不受教。所以以色列也时常受上主管教，直到受异族欺压、统治、苦楚。当然，上帝的心意毋是要毁灭因，是要警告因，叫醒因，互因恢复对上主的疼甲信仰，也伫因的国家社会生活真实会当实践疼上主甲疼人，亲像家己的公义、慈爱、和平、上帝国理想的生活。以色列人虽然因表面讲，咱着认捌上主，尽力追求来捌伊，毋过真可惜，就是因会了解是对方向也对，总是无决心甲实践，这就
可比有人想要对台南去到台中，毋过这车行到嘉义就发忝，无爱继续行。所以上帝也看出因的虚情假意，讲因着亲像是早起时的云雾甲露水，简单3分钟的热度。这也互咱警醒警惕。咱若假使真心实意要成做基督徒，成做上帝儿女，咱就必须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听主咱的上帝，包括着尽力追求认捌上主。箴言第9章第10节讲：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捌迄位至圣的，就是聪明。主耶稣也教咱教示讲，永远的活命就是认捌天父上帝是独一的真神，搁认捌上帝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约翰福音17章第3节。第二，伫遮咧讲到，捌上主才会脱离无知的罪恶，捌上主才会脱离无知的罪恶。伫顶礼拜有讲到，对上主无知是罪恶的根源。人因为对上帝无知，才会对上帝黑白约，甲为非三罪。结果，亲像台湾俗语伫讲，人若无照天理，天就无照价子。使徒保罗伫罗马书第1章28节也讲：既然因无要真正认捌上帝，上帝就出在因的心思败坏，去做无应该做的代志。上帝出在因，就是毋惯害因的死活，对因切心，对因毋甜的意思。迄毋是人的自由，是人的罪恶甲死路一条。上帝爱所有人拢认捌伊。伫以赛亚书11章第9节讲：伫我的圣山逐所在，一定无伤害，嘛无破坏，因为对上主的认捌普及全地，亲像水充满大海。第三，捌上主赢过献祭，捌上主赢过献祭。古时代人来朝见上帝，要做礼拜，爱带精神甲礼物来奉献。献祭有诶是出于感恩感谢诶礼物，有诶是10分之规定诶献祭，有诶是赎罪宝贵式诶献祭，也有诶是甘心乐意诶奉献等等。总之，朝见上帝袂当两手空空。毋过，什么才是上帝所爱的献祭？伫何西阿书6章第6节，则讲上帝讲：我较爱自爱，无爱祭祀，爱人真正捌上帝，赢过献烧化祭。咱也通伫先知书内底看到诚一致即个讲法，像伫米迦书第6章第6节，则开始讲：我着带什么就近上主，带什么来敬拜至悬的上帝。兼着用烧化祭，也是一岁的牛仔来就近伊。上主兼会欢喜清清食的牛犅，也是慢慢调起的油。我兼着为家己的罪过献大囝，为我的罪恶献我的亲生囝。人啊，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好，伊要求你的是什么？就是实行公义、心存慈悲、谦卑，甲你的上帝
做伙行。敬畏上主才是智慧。另外，上帝对阿摩斯先知讲，伫第5章的20到24节，我厌恶拒绝恁的做期，嘛无爱恁的严肃会。恁献烧烤祭甲素祭互我毋接受；恁献肥的精生做平安祭，我嘛无要接纳。着互恁唱歌的声离开我，恁弹琴的调我无爱听。着互公平亲像大水长流，互公义亲像江河直直流。先知书一直的讲法就是爱真正认捌上主，搁实行伊的诫命甲旨意，就是爱行公义，心存怜悯慈悲，也爱谦卑甲上帝同行。安尼的奉献、敬拜、学乐，才会当荣光主，也得到上帝的悦纳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即个何西阿书的中间看见，虽然人的背逆犯罪，毋过上帝你犹原无弃杀，伫以色列人也无弃杀伫阮，也愿会当诚心实意来听上帝，来认捌上帝，也遵行上帝的诫命，甲吩咐，来过着圣洁、公义、和平、慈爱的生活。阮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，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，代代无煞。阿免。